兄弟大家平安。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，踮伫即块土地用诚实做美娘，着掠耶和华做欢喜。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，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，佮我靠伊，伊要互伊成。这点咱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576首，圣诗576首。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，一逐方面拢仰望伊，无论啥事，主气力极大，困苦的日，甲你扶持。既若靠主不便疼痛，徛石盘顶拢袂摇动。这点咱三角起立来吟。你那甘愿
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使徒圣经，咱一声来念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大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感谢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咱三个来启用，今仔要启用的经文记载伫启用文29篇。启用文29篇，也就是记载伫诗篇119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1051页。现着咱大家来启用，因为无通指责，生活纯情上主宽大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咱上主的教示，专心寻你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。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甲要碎去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这点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伫这个特别的时刻，阮献上阮的感恩甲敬畏来到你的面前。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。伫前几天的风台中，你赐予阮平安，无互重大的损害降入阮的身上。你的慈爱甲雨水润泽阮，互阮深深感受到你的慈悲甲信实。伫过去的一礼拜当中，我也深知家己的软弱甲犯错，求你赐落来饶赦，升起阮的心灵，互阮重新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愿你的怜悯也看阮，互阮伫你的怀抱中找到安息，而且学着彼此饶赦。彼此宽容，亲爱的天父，你阮也要特别为着伫即个暑假期间要出外，也是伫厝外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求你甲因同行，保护因的出入，互因伫无适的环境中感受到你的甲因同在。愿你引带因的脚步出入，一切拢得到平安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也要为着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愿你伸出慈爱的手来摸着因的内心，医治因的创伤甲痛苦，互因伫患难中看见着希望，而且伫你的力量中安然度过每一个难关。求你使用教会的大家庭，成做因身躯边支持甲安慰。来彼此扶持，
做伙行过生命的困境。亲爱的天父，阮也要为着教会将来的事工发展来祈求，求你赐落智慧，互牧者加长长职，互异象来自你的启示，因带教会按照你的心意来进前。愿教会每一个肢体拢会当发挥所长，团结合作，彼此相听，共同建立一个荣耀彰显的教会。愿你的名伫即个城市中得到尊崇，互阮成做你所爱的见证，充满恩典甲真理的使者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先挂地站立。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话，今要看的经在记载的新约，以弗所书5章第1节到21节，以弗所书5章第1节到21节。和合本新约273页，白话汉语本222页，现代中文译本299页。
以弗所书5章第1节到21节，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，就学上帝，也就行伫仁爱，亲像基督捌疼恁，替咱献家己做礼物，做祭司，芳芳伫上帝的面前。若是奸淫甲一切的误会，也是贪心，伫恁中间连讲起也毋通，这是照圣道所合意的。变见笑甲浮漂的话，也是喜笑的话，也是不该。较好着讲感谢的话，因为恁确实知，囝若淫乱的，也是误会的，也是贪心，就是拜偶像的，拢袂通承接家业伫基督甲上帝的国。恁袂得互人用无影话所欺骗，因为上帝的生气是为着这个事甲伫悖逆的人，所以恁袂得甲因有分，因为恁前是暗。若是单点伫主是光，就照光明的人来行，因为光的结子伫一切是会好，甲义是真，言明啥物是主所欢喜的，袂哩参差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，较好着责备因，因为因伫暗中所行的，连讲都见笑，独独凡事受责备的，就是互光所显明。因为囝若受显明的光，受显明的拢是光。所以讲，困的人着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着基督的光要照恁，足够赞。所以着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，着保守机会，因为当今的实世邪恶，所以毋通戆戆，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，也无得酒醉，会得到放肆，是着互圣神充满，用诗用歌，用神的父，大家相应答，用心吟诗作乐来学乐主。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爸上帝。着敬畏基督来行来生顺福。以上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：信仰是行动。咱请牧师。各位孩子，大家平安。咱已经用几若礼拜去看以弗所书，咱到伫这个以弗所书的第5章，已经到伫底尾了啊。所以咱就发现讲吼，其实圣经内底，咱以前拢教学生背讲3927，吼。旧约39本，39卷册；新约27卷的册。啊，其实吼，咱若认真来读，要读圣经读一遍是紧紧啊。想讲咱吼每礼拜吼，咱就看以弗所书的一章，你看一时啊，咱已经到伫倒数第2章啦。吼，啊嘛望讲咱兄弟姊妹也照着安尼。伫厝里，咱就有一个规律性的来读圣经，互圣经会当透过文字，上帝对咱讲话，上帝互咱伫生活中间来得到提醒，上帝也透过圣经，互咱每一天都会当有新的学习，无论你的年纪是偌大。还是你是少年，你是年长，我想圣经是上帝互咱上宝贝的礼物，互咱每一天伊对咱讲话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
慈悲满满，佮充满大气力的主上帝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工，互你的话语透过阮所读的圣经的经文，一直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，你亲自来对阮讲话，啊，恳求上帝你互阮有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的圣神亲自带领，求主你互阮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都会当平平对伫你的话来得到造就，得到利益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讲到信仰，你所了解的信仰是一个名词，还是一个动词？名词就是一项代志、一项物件伫遐；动词咧就是行动，你爱去做，你爱互即个死的白纸黑字，透过行动来成全，来变做真实，这叫做名词甲动词的差别。信仰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？我想真侪人讲到信仰，也是讲到宗教，拢会认为信仰也是宗教，就是一个人所认同、所照去做的一个原理、原则，也是一个知识，咱讲神学。但是事实上，圣经所提醒咱的，也是尤其是保罗、使徒保罗所写予遮个初代教会的批示，伊所要互咱了解的，就是信仰，更较重要的是动词，就是爱活出来，爱用行动来活出来。所以靠着信仰的行动，咱靠着信心来行入人群的中间，并且照着信仰的原则，咱付出行动，这才是较真的信仰。信仰毋是藏伫头壳内底的一款知识。信仰是爱了解，不只是了解，搁爱去行出来。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就一直强调，就是信仰行动，信仰是一款行动。使徒保罗提醒咱，就是上帝是一个有丰盛之爱的上帝。伊的慈悲疼痛，伊的恩典是显明伫咱所领受的即个新的生命中间，也通过伊伫咱生活中间，咱所行的，伊迄个超越人所通想象的大气力，通过咱大家组织做伙，成做教会，咱的教会事工，咱敬拜的行动，咱的关怀，来显明上帝的疼痛，显明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以弗所书会当讲是使徒保罗，伊伫遮来甲咱讲，甲咱说明，互咱了解着基督徒伫生活中间。爱怎样来活出信仰？这是2019年一个算做世界国际新闻中间真出名的一张相片。2019年8月4號伫香港，咱知影迄當伫香港發生什麼代志？講到這張相片嘛，深色。
有一遍毋知讲到什么款的圣经倒位的经节，我袂记一啦。叶牧师嘛是用即张相片，结果迄间教会煞有会友就马上离席抗议。我毋知为虾米会安尼啦。这只是伫咧讲一个神职人员，伊用伊的行动，伊用伊的性命，伊只是讲徛伫上头前，要保护后壁遮个群众尔。我感觉这毋是讲政治，这是讲到一个神职人员，一个这可能是圣公会的牧师，也是天主教，天主教的神父，因为因穿的穿插是真相像，但是伊勇敢徛伫遐，足单纯，伊无望看到抗议的群众，去互警察拍，只是遮尔简单。这毋是讲政治，这是一款你体贴着人，你感觉无任何的人需要为着追求民主来流血，简单遮尔简单。这毋是政治，我感觉这是一款信仰，一款听的表现。上帝是听安怎表现？无论政治立场，你无望有人因为追求一款理念，然后咧去互人拍，伫遐流血，甚至损失性命。所以这看到即张相片，就互我回想着迄个代志。有人就安尼退席抗议啦，为着即张相片。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神职人员，伊用行动来表现出上帝听就是安尼。上帝毋是上帝无色，伊毋是蓝，毋是绿，毋是白，毋是黄，嘛毋是红。上帝听世间人，所以和平抗议、和平示威，无应该用武力来逼人袂当讲话。这是一款我感觉这是一个信仰的表现。这个神父也是圣公会的牧师，伊徛伫遐，伊要保护人民有出声的自由，只是遮尔简单。但是讲简单是简单，但是若是你敢做这款代志，有可能伊以后就无可能做主教啊，叫人点名做记号插政治。但是伊伫迄个时阵，我想大家对伫即款行动的顶面，看到上帝的听，看到上帝的慈悲，看到上帝的恩典，伫即个行动顶面即张相片。就因这，所以咱靠着信仰，咱基督徒爱伫正人的互动的中间，付出信仰行动，来互正人看到的不只是咱有限的人，是伫咱的心上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听，体会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咱为着正人的好，咱爱善用上帝来的恩赐甲才能，来互圣神，互咱对内到外，圣神来运行伫咱所做的一切的代志顶面，也互圣神会当充满伫基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的中间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就是就算讲教会会当办真侪活动，但是若互一个第一遍来到教会的无道友，入来做礼拜，感受袂到上帝的听，安尼，即个所做的真侪精彩的活动失去意义。但是今仔日一间教会可能资源有限，可能
人手不足，但是若有第一遍来到教会的慕道友，坐伫中间会当感受到兄弟姊妹的疼，搁伫兄弟姊妹的行动甲言语的中间，会当体会到上帝的恩典。安尼，即间教会的事工是成功的。所以，落去遐这，搁第一遍，信用生活，咱爱知影，咱也是甲咱的圣神，互咱改变咱的心，互咱改变咱的行动，改变咱的所讲所行共款。咱信用生活也袂当干那限制伫教会内底。咱同款爱从内而外，所以咧，咱需要将信用会当实践伫咱每一天所相处的人。可能你若还袂退休，你的同事，也是讲你有参加着什物组织做志工，才会你所拄着，也是你所服务的对象，也是搁较重要的。咱家庭中间，咱厝里的人。所以讲到这，使徒保罗爱咱，伫人际关系的中间，伫甲人的互动的中间，上重要的一项代志，就是爱效法主上帝，效法主上帝，骄傲上帝。所以咱看到咱基督福音信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是啥物？咱讲到福音上重要的一项代志，就是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，成做一个人。这互咱学习到啥物？亲近甲陪伴。上帝为着疼世间人，上重要的行动就是上帝成做人，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，活伫人的中间。所以腓立比书2章安怎讲？腓立比书2章甲咱讲。伊本有耶稣，伊本有上帝的形状，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，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状。这会当讲是福音信息上重要的，因为上帝疼咱到这个程度，是伊来感受到咱所爱感受的。咱以前应该听过一个故事，我袂记是倒一款的疫苗。伫即个100冬以前，有一个医生为着要发明研究一款疫苗，伊用家己身躯做试验。咱讲即个医生疼人到即个程度，伊为着要救人，要研发疫苗，一款我袂记啥款的疫苗，伊用家己的身躯，家己来做测试。安怎测试？即个病毒拍落去家己身躯，然后咧打疫苗，来测试。我袂记是倒一个医书，倒一个，这我捌伫故事有听过。这叫咱讲，这是医生爱人的最大的表现。但是上帝咧，上帝做更较大，因为耶稣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但是不只是安尼，伊阁为着世间人来钉十字架。所以腓立比书2章60到70节，遮尔强调讲上帝的神性就伫遮。
上帝的神圣就伫这个表现来表现出来。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但是无坚持家己爱甲上帝平等的地位，反倒转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象。伊甘愿做上卑微的，咱讲这是上帝的神性，因为敢若上帝做会到、做会出来，人拢会保留。好，所以我讲，有时阵为什么咱会学到讲，伫教会内底有真侪兄姐，伊伫社会上是正人尊敬的，但是来到伫教会，伊甘愿来帮衬教会摒扫，也是甘愿去做一寡负担一寡责任。别人会讲这是做到流汗，互人嫌到流烂，但是伊甘愿去做。人讲这就是学上帝，效法上帝，学上帝的款式，学习耶稣基督，就是到伫遮。伊袂掠伊平常伫社会上，人安怎对待伊，伊袂掠这。伊来到教会，伊就是愿意为着上帝放下这一切，因为伊知影为什么来服侍。这就是咱通学习的。咱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拢是安尼做。咱爱学习，因为因学主上帝，效法主上帝，所以咱也爱摕这款好的模样来学习。真困难，无错。咱大家拢有咱的个性，咱大家也加减会顾民主，但是咱有真好学习的对象。就算讲你可能毋捌拄过即款的信仰前辈，但是咱伫新约圣经的中间，耶稣安怎做？使徒保罗，腓立比书2章60到70，就甲咱，互咱知影，耶稣就是安尼做，本有上帝的形象，甲上帝本来是平等，但是伊愿意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。咱也爱安尼来学习，亲近甲陪伴。过来讲到疼心，当然咱拢知影上帝是疼。使徒保罗也劝勉咱爱疼人，亲像基督疼咱。所以整个福音归纳起来就是疼，因为耶稣所做一切拢是疼。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，也是为着疼世间人。耶稣疼这个弱势的，耶稣疼这个囡仔，耶稣疼这个社会的艰苦人，咱讲社会边缘人。耶稣疼这个有欠缺的人。伊用疼来对待因，甚至耶稣疼遐个怨恨伊的人。当耶稣钉一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求天父莫定遮个人的罪。耶稣讲，遮个人所做，因毋知。这就是疼的极致。我想咱人真恶的做会到讲，不可爱的人你嘛听落去，但是耶稣安尼做，这也成做咱爱效法的一个极致的目标。过来，保罗提醒咱爱有正直，伊提醒咱爱成做光的囝，光明之子。当然，咱台语的翻译毋是用光明之子，是光的结子，
但是意思是相像。光明之子，光明之子，伫圣经原文的意思，就是甲光同款的，甲光明同款的。光明之子，其实就是保罗也教咱的圣神的轨迹，伫咱的心上爱活出来。无论是仁爱、欢喜、平安、吞忍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实践，才会好的、良善的，咱活出来。这叫做光明之子。也是光的结子，光的反面就是黑暗，只有光会当赶散黑暗。这是我感觉足古锥的一个卡通啊！吼，这是这个几当前的这个 Google 的一个封面啊，留意下这。佮转来讲着大大疼咱身躯边的人，讲着讲，其实上大的挑战，反倒转是咱的家庭。我想咱做基督徒拢会当承认，家己的家庭是上恶的实践信仰的所在。我毋知影咱敢公开承认这项代志。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其实是上恶劣、上困难来实践信仰的所在。一方面是咱厝内的人太过了解咱啦，咱的啥物歹习惯，咱的啥物较无好的个性，因拢知。有时阵你反倒转，你今仔日想讲我要表现较好，转去厝内，可能你的某啊、你的先生讲莫假啊啦，你是安怎？你今仔日是倒位无拄好，啊是你的爸母，你的士大人会讲，啊你是要要求啥物啦？有话紧讲啦，咱无办法伫因的面前来假善，咱厝里的人拢看会出来。家庭其实也是咱会当卸下心防的所在，家庭是咱会当感觉真安全。来当活出真实的家己，但是讲较负面的卸下心防，讲较负面的就是伫咱的家庭中间，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，咱反倒转，上容易来做出一寡咱无可能伫公开的场合来做违背信仰的行为。想讲咱讲疼。但是咱若有做爸母的，咱就知影，囡仔，尤其囡仔细汉的时阵，若搞怪，有时咱是生气嘛，甲伊扒落去啦，还是甲伊处罚啦，咱讲疼讲遐济，但是难免，当然咱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帮助咱来学习，但是咱拢爱承认，家庭实际上是咱上恶的、上困难来实践信仰的所在。有时候你问你的另一半，伊可能会点头。问你的另一半，也是问你上亲近的你的士大人，也是问你的兄弟姊妹、厝里的你的阿兄、阿姐、小弟、小妹，可能因会点头。你讲今仔日牧师讲着讲家庭是上困难来实践信仰的所在，你问因感觉安怎？有可能因会偷偷的点点头。实际上，咱嘛爱承认，伫今仔日咱普遍，咱无闲真做一个社会上真普遍的现象。咱大家拢会无闲，为什么？以前无网络啊，咱毋免随时在看讯息，所以感觉以前较有用的。然后以前嘛无遐尼多彩多姿的生活啦，以前出去食一个饭，可能半点钟就食了啊，白白的就食了啊。啊，即马咧吃到饱，100分钟还不够，
感觉越来越愈来愈感觉普遍的情形是，我真无用，我真无用。一款无用的生活形态内底，亲近甲陪伴你的家庭，煞变做上困难的代志。咱爱承认，咱中间若做人爸母啊，做人囝儿的，有时阵咱会感觉讲陪伴咱的囝儿，也是陪伴咱的士大人，是一款浪费时间，却毋知影对咱的囝儿，也是对咱的士大人来讲，有亲人的陪伴，即个时间，较是上宝贝的时间。这就讲到一个故事。19世纪美国有一个政治家，伊是即个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官，叫做亚当斯，Charles Francis Adams。伊是19世纪一个真重要的美国的政治家。伊有一个后生。这讲到有一天，这个亚当斯规工陪伊的后生去钓鱼。回来了后，这个亚当斯，这个政治家，伊伫伊的日记中间，伊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所以伊伫即天的日记，伊写讲：我陪我的后生去钓鱼，钓规工，我啥物拢无做，我浪费一天的时间。伊真诚实日记。伊过身了后，伊的后生也有写日记的习惯。伊后生就去查同一天，伊的后生写啥物？讲今仔日我的爸爸陪我钓鱼钓几工，这是我一生的中间到今为止上美好的一天。你看，爸母囝儿。我想，咱若是对待咱的爸母，可能嘛有同款的情形。咱上亲的亲人，认为上美好的代志，咱煞有可能会感觉讲这是浪费时间，这是无彩工。但是对因来讲，这煞是上宝贵的代志。所以这值得咱来反省、来思考的。可能对待你的另一半也有可能是安尼。你的另一半可能感觉讲陪伊是上重要，但是可能你会感觉讲我爱紧拍拼赚搁较侪钱，互伊会当过搁较好的生活，煞为着拍拼工作，煞冷落了另一半。无论是你的先生，也是你的太太。所以伫咱家庭的关系中间，伫咱甲咱上亲的亲人的中间，咱爱靠着这个故事来思考。就因遐这，咱爱学主上帝，咱爱效法主上帝，所以咱爱挑战咱家己，互咱家己的疼心会当亲像上帝所做无条件的疼。这就是耶稣伫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8节有教导咱的，疼咱的对待，为着歹款待咱的人祈祷。耶稣讲啥物？因为天父上帝，因为天父是完全，所以恁爱完全。当然，咱知影完全是无可能，咱做一个人。完全是无可能，只有上帝会当完全。但是耶稣教咱，这是咱爱努力的目标，这是咱爱努力的目标。所以咱学上帝，咱爱学主上帝，就是爱学习这个属上帝才有这款无条件的疼。咱有一个目标。虽然讲咱无可能100%做会到，可能你感觉你即马敢若30分的程度，安尼就努力拍拼，较会当
接近60分及格标准会当较近的，59分嘛好。也是讲你即马已经做到60分啊，看工会当讲80分以上，这是咱努力的一个目标。过来讲到一夫所书5章，我想虽然讲咱今仔无伫礼拜中间来念，但是即段的圣经经节，常常伫婚礼听会到。一夫所书5章20节到33节，使徒保罗教导做丈夫的爱疼家己的某。当然，久长以来有一寡人将即段经文看作是支持夫妻的关系中间男尊女卑，因为丈夫是太太的头，是妇人人的头。但是即摆女权高涨，所以嘛常常有人讲，头是靠着颔棍来挖的。但是实际上更较重要是啥物？为什么？咱若回想，咱若在座是已婚的，咱回想若咱婚礼的时阵，我讲查甫啦，在座的先生当人家先生的，那你的婚礼是牧师证婚是用这段，你就要真少听。这段经文更较重要的是啥物？讲家庭中间这款亲密的疼，爱亲像基督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疼同款，来疼家己上亲的亲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。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，伊用伊的性命做代价。所以好佳在牧师结婚的时阵，牧师无用这段，若无可能婚礼到一半，赶快跑出去啊！这个责任是太大，责任是遮尔啊大。所以咱在座若有传统思想，男尊女卑，因为以弗所书5章保罗安尼教导，你爱读了，你爱读教程。耶稣为着世间人牺牲性命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伊用钉死十字架的行动来成全这款的疼。所以，咱要安怎做？咱在座做人先生要安怎做？我想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咱在座的做丈夫的，这是真大的一个责任。但是我想对咱每一个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这也是讲到咱家庭关系中间，咱爱效法耶稣基督。这款无条件的疼，这款甚至愿意用性命来献的疼，用牺牲性命来献的疼。所以，咱讲到正直、诚实，同款，这也是咱基督徒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圣神是对内到外，从内而外来改变咱。咱也要互这个转化的成果，就是圣神的果子，来成做咱日常生活的成分。咱要互慈悲、疼痛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各方面圣神的果子，会当伫咱日常生活中间，用上诚实的方式来表现出来。所以，这是华义讲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所以兄弟，咱听到使徒保罗提醒这么多，教咱这么多，有关怎样效法主上帝，学耶稣的款式
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，咱可能会感觉压力真大。咱真困难100%来达到咱今仔日听到即款基督徒生活的款式，你我拢难免会遭有着失败。有时阵，咱会伫信用顶面来跋倒，咱的信心有时阵嘛起起落落。咱爱承认即点，因为咱拢是有欠缺的，咱拢毋是完全。所以咧，咱莫忘记即一项代志。赦免，无论对别人彼此赦免，也是搁较重要的。有时阵，咱听一寡人伫非常心情低落的时阵，会讲啥物？我无法原谅我自己，我居然犯了这个错。我无法原谅我自己，我遇到这种遭遇。有时阵赦免家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赦免爱成做你我日常信用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彼此赦免，但是更较重要的赦免家己。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真多咱感觉遗憾的代志，咱拢犯过错误，咱拢捌信心低潮。敢有可能咱一直拢无办法，实际上是无办法赦免家己，直到咱心中有侪的怨恨，直到咱心中有侪的埋怨，咱心中有侪对伫家己的感觉厌恶，对伫家己失望。直到你表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无信任，对别人的看轻，也是对别人你有侪的不满。所以咱爱承认，咱拢毋是完美，咱爱承认，咱拢有信心低潮的时候，咱拢爱承认，咱伫咱过去的生活中间。咱有做无欠、做无够野的，咱有做错、做毋对代志。咱伫过去，咱也捌得罪别人，也是过去咱有捌选择错误，直到互家己凄惨落魄。咱拢毋是完美，咱爱承认项代志。所以，咱组织做伙，成做一间教会，这就是为虾米。咱需要有教会生活，因为伫教会生活中间，咱得到听取圣经的信息，然后咱大家做伙，咱拢是要来将圣经信息练习来活出来，练习来实践，这是咱的一个共同的信仰实验室。咱伫中间。可能你伫你工作顶面，你无拄会当照安尼圣经信息安怎讲，你就照做。当然有时阵，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但是伫教会中间，即个所在，咱会当来实践圣经的话，咱会当实践耶稣的教训，咱伫即个所在。咱会当照着咱信心来讲来做，所以愿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，咱会当活出信仰，咱会当做伙来营造咱的教会，是一个会当造就人，是一个会当来学习，是一个会当真正实践信仰，咱营造这个环境。我想这就是教会生活对咱的意义。可能你伫厝里，可能你毋是全家拢是基督徒，甚至有可能你是你全家族中间你是第一个基督徒。但是伫即个所在，咱大家拢是基督徒。伫即个所在，咱大家拢知影圣经的道理。那无爱伫咱即个所在来照圣经信息来活。咱哪有可能伫外口
甲遮个真95%拢是非基督徒的社会中间来实践信仰。所以，愿咱做伙来营造咱的教会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透过使徒保罗，你互阮知影，阮就是爱学主你的款式。主啊，你是完全，你也知影，阮是有欠缺、无完全的人。但是主啊，你犹原爱阮，来学习你、跟对你。所以恳求上帝你，互阮做伙来营造阮的教会，来真做是一个会当来学习、实践信仰的所在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，互阮伫教会的聚会中间，伫教会的活动中间，你互阮愿意勇敢来照着主你的教示来行。主啊，也恳求上帝你，互阮会当学习包容，学习赦免。你互阮会当赦免阮家己过去的过失，因为阮知你已经赦免阮，也恳求上帝你，互阮得到赦免的气力，来彼此相对待。因为只有安尼，阮才会当甲主你的完全的听拿来拿近。恳求上帝你带领阮，看顾阮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透过上帝的话甲咱分享。接着咱三角来分欢迎的圣诗379首，圣诗379首。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；愿我会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跪倒祈祷谦卑，求你赐福。我心恳求无离，哪久会哪听你？会哪听你？会哪听你？咱三角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咱请玉洁执事甲吉南执事来书献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今仔日礼拜了后要举行7月份的中执会，请长老甲执事老部来出席。第二，之前中华妇女部东小区要伫今仔日下晡12:42来乌教会2楼礼拜堂举行关照家己对情绪开始的讲座。这个吴信如博士主讲要参加的，咱请秋梅指示吼。第三，咱拜六8月初5要伫江长老府上要举行家庭礼拜，有报名的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伫迄个8月初5就是拜六上午9点半，伫教会集合出发。第四。刘秀文姐妹聚会的金华37室内合唱团哈，要伫8月初7下暗7点半，伫中友的国光厅，就是松仁路3举行音乐会，有要前往聆听的，请迄个秀文姐妹哈。第五，对9月份开始，每个月第一礼拜六上午10点，要伫教会开设插会班，插老师蒋老师要。亲自授课吼，学费毋免，会在的费用家己付，报名咱请秋梅指示。第六，有探访需要，也是要愿意开放，徛家举行家庭礼拜的教会兄弟姊妹，请甲牧师也是教会中职来讲，来安排。下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穿戴全副盔甲。要看的经文是《以弗所书》6章10节甲18节。过来，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。教会聚会活动，主日上午礼拜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8点45，早间祈祷会是拜五暗下晡7点半。这礼拜要早间祈祷会要看的经节，是创世纪23到24。过来，咱来看圣光事奉的部分。今仔日招待是文良兄甲现宗兄，插会是张老师，清扫是名誉长老。下礼拜讲道也无书，司会是金南执事，司琴是圣文姐妹，领唱是魏阳兄，司献是我本人甲玉洁执事，招待是燕庆姐甲苏文杰，插会是牛长老，清扫是姚兰姐。过来顶礼拜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统计的部分，奉献统计的部分，后出入的请较我也是秋梅执事来更正。过来，咱来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金句的部分，我用台语汉语本读一摆，咱大家台语读2摆，华语读1摆。所以，着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着亲像有知识的。以弗所书5章15节，来，咱做来读。
所行是怎样，毋通亲像无知识的，亲像有知识的。所以，真足看恁的所行是怎样，毋通无知识的，亲像有知识的。你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以弗所书5章15节。下面咱共款讲述来互相请安问好。再来，咱三甲来吟圣诗396首，圣诗396首，唱散了后，咱请牧师祝福祝祷。咱要散花求主赐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像亲爱辅助欢喜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咱三甲起立来吟。咱就爱伫生活中间学习上帝完全的听，用彼此相赦免，彼此相体贴，透过圣神的帮助，对内到外，来改换咱旧的生命，成做新生命。也透过咱做伙，成做一间教会，咱所讲所做的一切，对内到外，互众人看到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已经变救恁，也用慈悲款待恁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